OBS 开放的呢，直播串流的呢，作为系统。中文的选中文的，有中文的就选中文的。你看有摄影机的那个影像接去看，网络摄影机的也可以呢。对呀、网络摄影机也可以呢。笔记型电脑都可以装网络摄影机啊。点按档案下载，点按档案下载。你看它有分那个，你看32位元的，还有64位元的，还有分安装版，还有免安装版。先选这个免安装哦，免安装版。免安装看看到底是要。复制连结文字，下载连结，分享连结。可能要点那个安装版了。哦，已经在下载了，你看，要点按安装版才会下载。点按那个免安装版，没有下载动作了，可以分享了。你看64位免安装版，也在下载哦。免安装版也可以下载哦。那32位元的免安装版呢，也是可以下载哦。